你有冇諗過喺公元前嘅750年，喺歐亞大陸嘅兩端，一邊係西垂荒野嘅鐵蹄陣地，一邊係台伯河畔嘅城牆初起，同時冒出咗兩個改變人類歷史嘅巨獸。佢哋嘅生日只係相差咗3年，結果一個大致咁樣統一咗東亞大陸，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打通歐亞非大陸。而佢哋唔單止生日接近，連崛起之路對黃金嘅嗰一鋪人，甚至係連帝國嘅壽命都似得驚人。呢兩大帝國就係秦漢同羅馬。歡迎你翻到嚟有文有路，有文有路，文化方見到。今次我哋就要講講秦漢同埋羅馬之間嘅神奇巧合，對比東西帝國嘅同義由小邦到霸主，竟然係因為捉住咗呢一個機會。而我哋會使用嘅書係世界史坐標下的中國。我哋喺會員 Podcast 牛哥解經嘅第9集曾經用過呢一本書嚟講過文明刺激論。如果你對於青銅、糧食同埋馬匹係點樣由中東進入到中國，而中國嘅6速當中有3速係源自於中東，上古嘅青銅之路令到中亞嘅戰車演變成商朝人嘅戰車嘅話呢，咁你就記得去留意一下呢一集啦噃。而家我哋翻到嚟對比秦漢同埋羅馬先。歷史學家通常就會將中國嘅歷史分成咗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秦漢帝國，稱之為第一帝國；第二個階段係隋唐宋帝國，稱之為第二帝國；第三個階段係元明清帝國，稱之為第三帝國。而喺呢3個階段當中，秦漢帝國就尤其引人注目，因為佢同遠喺歐洲嘅羅馬帝國有住剪不斷嘅歷史巧合。歷史學界相當熱衷於比較秦漢帝國同埋羅馬帝國，為此出咗唔少嘅書籍同埋論文。原因係秦漢同埋羅馬係當時世界上唯二嘅2大帝國，佢哋之間又有住奇妙嘅共鳴。究竟呢一種嘅共鳴係從何而嚟呢？我哋不妨從佢哋嘅地理同埋時間入手睇睇啦噃。而家我哋進入到第一個部分，神奇巧合。從空間上面嚟講，呢2大帝國分別處於歐亞大陸嘅兩端，一個就喺東邊，一個喺西邊。從時間上面嚟睇呢2大帝國嘅誕生時間係大概同時噶。呢度我哋所講緊嘅誕生係指帝國嘅最初源頭嘅誕生，所以套翻落去秦漢帝國嘅誕生就係講緊秦國呢一個諸侯國嘅出現，而套落去羅馬帝國嘅誕生就係講緊羅馬城邦嘅出現啦。講到呢一個起點嘅時候，佢哋嘅古仔簡直係似到冇人有噶。秦作為一個諸侯國，係喺公元前嘅750年透過戰爭佔據咗周平王口頭封賞嘅土地，正式成為一個邦國。而喺3年之後，羅馬城就奠基咗。換言之，佢哋嘅出世時間只係差咗3年，3年之差卻開啟咗2段相隔萬里嘅征服傳奇。佢哋係點樣由小變大嘅呢？跟住落嚟，呢2大嘅帝國都經歷咗幾百年嘅時間，最終完成咗統一。秦國用咗500幾年嘅時間，就從一個喺西郇嘅虎狼之國成功吞併6國，成立中國嘅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羅馬用咗700幾年嘅時間，從一個城邦變成一個橫跨歐亞非3大洲嘅大帝國。從小國到霸主，佢哋嘅霸主壽命又係點樣呢？呢2個帝國成立以後嘅壽命都差唔多噶。若然我哋將秦漢視為一個整體，秦始皇統一天下係喺公元前嘅221年，東漢嘅滅亡係喺公元嘅220年，一共就係441年。喺西方，公元前嘅27年，奧古斯都就成為咗皇帝，羅馬由共和國轉為帝國。去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嘅476年嘅時候，羅馬帝國一共存在咗503年。呢2大帝國嘅壽命只係差咗幾十年嘅時間，佢哋嘅壽命係相近噶。咁佢哋嘅疆域又如何呢？奧地利嘅歷史學家沃爾特
斯德爾所主編嘅《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國》當中就提到，從領土嘅面積上面嚟講，漢朝同埋羅馬帝國嘅疆域都係喺500萬平方公里左右，亦都係由1500到2000個行政區所組成㗎。從以上嘅內容，我哋可以見到呢兩大帝國喺唔少嘅大方向上面都非常相似㗎，而喺一啲嘅小細節上面呢，亦都可以講出到一啲嘅連結㗎。呢兩個帝國都非常中意黃金。喺2015年，考古工作隊喺海昏侯嘅墓當中出土咗50公斤左右嘅黃金，相比起後嚟嘅朝代，漢代嘅黃金使用量係非常巨大噶。當佢哋賞賜功臣嘅時候，有陣時係賞賜成10000斤嘅黃金。而羅馬人亦都非常之愛好黃金。據經濟學家彭信威嘅估計，西漢同埋羅馬所擁有嘅黃金總量係非常接近，都係273噸左右。佢寫到：人民開始，幾乎完全一樣；人民結束，對黃金嗰鋪癮係一樣噶，壽命一樣噶。連個崛起嘅步伐都咁合拍，呢一切係唔係純粹嘅巧合呢？我哋可以問嘅問題係：既然呢兩個帝國當時係冇方法直接來往，點解會出現咗咁多同步嘅相似之處呢？亦即係話，你唔能夠想象秦始皇打個電話過去羅馬帝國嗰邊話：喂，我而家呢就儲咗咁多嘅黃金，同埋我統治咗咁多嘅領土啦，你幾多啊？然之後大家夾手夾腳一齊去揾幾多個黃金，揾幾多個領土噶嘛。既然係咁嘅時候，係咪要歸諸巧合呢？其實秦漢同埋羅馬嘅相似，並唔係完全嘅巧合嚟噶。首先，呢兩個帝國都係由青銅時期過渡到去鐵器時期。由青銅過渡到去鐵器嘅意義係非常巨大噶，因為青銅係唔足以支撐大規模嘅生產。因為青銅器係極度容易耗損噶，而鐵器普及咗之後呢，因為鐵器就耐用好多，糧食嘅產量就因而可以大規模咁樣去增加，大家都可以 focus 喺農業嗰度，因而容許到人口增長。有人口增長，人口就想去擴張，擴張就會令到唔同嘅文明中心開始連結啦。呢一條村擴張就接觸到第二條村嘅邊界，於是呢條村就開始同第二條村接觸。呢一個城市慢慢擴張，於是佢嘅城市就會接觸到另外一個城市嘅邊界，於是佢哋之間又會開始有個連結。咁樣就為建立統一嘅大帝國創造咗條件。鐵器嘅秘密解開咗一部分嘅謎團，但係秦國同埋羅馬係點樣捉住呢個機緣呢？我喺呢度呢，就同大家補充一點，因為呢一本書嘅作者張宏傑呢，佢喺呢個部分嗰度講得比較簡略噶，咁我就想去補充一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所謂嘅秦代同呢一個青銅時代過渡到去鐵器時代嘅關係。雖然我哋對秦呢可能會有一個印象，就係話秦國佢哋嘅青銅器係非常之出名嘅，但係我哋要知道喺現實當中呢，秦國係極力發展鐵器技術噶。因為當秦始皇見到楚國嘅鐵器之後，擔心會被楚國嘅軍事力量去壓倒。呢一點呢喺史記當中就有提及到啦。史記提到昭王話：引文開始，吾聞楚之鐵劍利而槍幽絕，夫鐵劍利則士勇，槍幽絕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徒秦也。引文結束，個意思係秦昭王話：我聽聞楚國嘅鐵劍係非常之利，而佢哋又提槍幽絕，我估計呢亦即係辯論嘅意思啦，又或者去執個長短。然之後昭王就講到啦，嗱，鐵劍好利嘅時候，咁嗰啲士兵揸住把咁利嘅鐵劍，自然都勇敢啲啦。當你去提槍有個幽絕，你係肯俾一啲人去討論到底乜嘢係幽絕嘅時候，咁啲人諗嘢就會遠好多啦。諗嘢遠好多，再加埋佢哋有勇士嘅時候，哇！咁楚國會唔會打我哋秦國噶？於是秦昭王就開始着意鐵器技術嘅發展。後嚟嘅秦莊襄王同再後嚟嘅秦始皇以呂不韋為相，而呂不韋
正正係深知道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國才欲其精也，呢點喺《呂氏春秋》係有講到噶。於是佢亦都大力發展呢個鐵器嘅技術。而我哋喺論秦國鐵器普及化與關中地區戰國時期鐵器流通模式嘅呢份報告當中，學者研究到秦代嘅墓葬得出嚟嘅總論係：引文開始，喺秦國嘅鐵器普及化嘅過程當中，戰國中晚期速度明顯加速。引文結束。呢一點亦都印證咗郭沫若佢喺《青銅器時代》呢一本書當中嘅諗法。佢講到：引文開始，中國嘅青銅器時代佢嘅下限係好明瞭噶，就係喺周秦之際，由秦以後就轉入到去鐵器時代。世傳嘅古兵器，例如係戈、矛、劍、戟等等，都係喺秦世之前係銅製噶，鐵製嘅係未見。而秦以後嘅銅製兵器已經完全絕跡。秦始皇燒毀銅兵器，唔係表示從此唔打仗，而係要去表明從此唔用銅兵器作為主要嘅武器嚟打仗。引文結束。至於羅馬就唔需要咁多嘅補充啦，因為羅馬兵團就正正係以鐵兵器，例如係羅馬嘅短劍、標槍聞名噶嘛。總之，我哋可以見到，無論係秦漢定係羅馬，其實佢哋都係經歷緊由一個所謂嘅青銅時代過渡到去鐵器時代嘅階段，而佢哋係正正捉住咗呢個機會喺度大力發展鐵器。佢哋並冇頑固咁樣去守住過去已經習慣咗、已經熟練嘅青銅器技術，反而佢哋轉向研發新嘅科技鐵器。而秦漢羅馬佢哋之所以可以完成轉型嘅一大原因，係因為佢哋喺青銅時代都係處於文明邊緣嘅小國。秦係遠在西邃，長期俾人當成係外族噶，而羅馬面對住嘅文明中心就係希臘。當時嘅希臘大學者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基本上都係唔知道羅馬嘅存在噶。邊緣嘅小國變成霸主，呢一個轉變嘅內在動力係啲乜嘢呢？張宏傑總結到：引文開始，新文明總係喺舊文明嘅邊緣區成長起嚟噶，呢一個係人類文明發展嘅一個規律性現象。秦國同埋羅馬處於文明圈嘅邊緣，咁樣佢哋一方面能夠接收到文明中心嘅輻射，另外一方面佢哋身上面嘅舊文明嘅包袱又比較輕。所以喺鐵器時代到嚟嘅時候，佢哋就能夠最先轉型成功。引文結束。秦國經歷咗商鞅變法之後脫胎換骨，而羅馬喺發展過程當中最關鍵嘅一次體制變化係喺公元前嘅509年，由王政轉向共和，從此發展出巨大嘅動力，開始漫長嘅擴張之旅。而家我哋去到第二部分，內在不同。當然啦，有眾多嘅相似，但係相似多數都係表面上嘅，佢哋嘅內在結構同埋性格可謂係完全唔同。不過我覺得張宏傑有啲嘅分析呢都幾有問題嘅，所以我會一邊講佢嘅諗法，一邊去回應佢。佢先講到皇帝制度，佢話引文開始，秦漢同埋羅馬都號稱帝國，從字面上面睇嚟，帝國就係由皇帝統治嘅國家。引文結束，佢認為好多嘅讀者一見到羅馬帝國就會諗，引文開始，漢朝嘅皇帝係姓劉噶，咁羅馬嘅皇帝係姓乜嘢呢？中國嘅皇帝係父傳子噶，羅馬嘅皇帝係好似漢朝咁樣父傳子啊，定係還是好似商朝咁樣兄傳弟，定係還是好似後嚟嘅英國咁樣可以傳俾女兒呢？引文結束，然之後佢就講到秦漢帝國係皇帝用武力打落嚟嘅獵物同埋私產。劉邦喺得到天下之後，就得意洋洋咁樣問佢嘅父親：某業所就，孰與眾多？因為劉邦嘅老豆成日都睇唔起劉邦，覺得劉邦不如佢嘅二哥
但係而家劉邦嘅家產，亦即係佢嘅天下，比起佢嘅二哥要多好多好多倍。然之後張宏傑就講到，引文開始，但係羅馬帝國並唔係一個一家一姓嘅帝國，羅馬帝國一詞嘅完整名稱係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因此羅馬帝國雖然係帝國，但係歷代嘅皇帝都冇一個唯一嘅姓氏，因為羅馬嘅皇帝唔係開國太祖憑住一條拐杖打出嚟噶，而係透過選舉制度選出嚟。按照羅馬嘅律法，任何有能力嘅人都有可能透過選舉成為羅馬皇帝。皇權係由元老院授予個人，而唔係家族噶。一旦呢一個人死亡，授權就會自然終止。從呢一個角度睇嚟，羅馬皇帝之間根本就唔存在繼承問題。引文結束，張宏傑講咗一個羅馬好理想嘅狀態出嚟，之後就補充到，引文開始。當然，以上我哋講嘅係理論，喺實際運作嘅過程當中，羅馬帝國越到去晚期嘅時候，越演變成一個專制政體。選舉大多數情況之下只係個儀式。羅馬皇帝大部分都係傳俾老皇帝生前所選定嘅接班人，因此事實上都有父親直接傳俾自己兒子噶，但係起碼形式上都仲係要經過元老院授權。而且羅馬帝國嘅父傳子，亦即係傳俾親生仔嘅情況係出現得好少噶，因此羅馬帝國雖然存在咗幾百年，但係冇一個固定嘅皇帝家族。引文結束。如果你都想去回應一下張宏傑呢，咁你就可以喺呢度停一停低，再諗下張宏傑啱啱講嘅諗法有冇啲乜嘢問題啦噃。咁依家呢，就我講下我對呢個張宏傑嘅回應。我一見到張宏傑咁樣寫嘅時候呢，就皺咗一皺個眉頭，因為秦漢同埋羅馬都叫做帝國，都係由皇帝統治，呢一個係一個翻譯結果嚟嘅啫嘛。重點唔係在於佢哋呢兩個政體係唔係世襲，而係講緊呢個國家一統，講緊呢個集權。張宏傑佢話到，皇權係由元老院授予某一個人，而唔係家族嘅。呢一點係從理論上面去講，實際上只係一個儀式，冇實權噶。紐西蘭嘅歷史學家雷納德塞姆，佢喺《羅馬革命》呢一本書當中就提到 quote Augustus controlled the consuls as well as the consuls, diverting their energies and their leisure from intrigue and violence to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in Rome, Italy, and the provinces. The Senate becomes a body of civil servants. Magistracies are depressed and conferred into qualifying stages in the hierarchy of administration. End quote. 我冇揾到中文版啦，所以我就直接讀咗英文版出嚟，然之後由我翻譯。奧古斯都控制咗領事同埋嗰啲領事團，領事通常都係元老院嘅成員，又或者喺元老院當中有巨大嘅勢力。透過呢一種嘅控制，將佢哋嘅精力同埋閒暇從陰謀同埋暴力轉移到去為羅馬、意大利同埋各行省服務。元老院變成咗一個公務員團體。而公職人員佢哋嘅地位被壓低，轉化成行政階梯當中嘅資格階段，亦即係話佢哋只係喺呢一個行政嘅結構當中嘅其中一部分。而奧古斯都就係第一屆嘅羅馬帝國嘅皇帝。我哋就可以見到，當羅馬由共和轉向到去帝國嘅時候，其實已經慢慢集權到去皇帝身上，呢點係非常明顯噶。然後奧古斯都通過收養同埋聯姻去建立起被史家稱為朱利亞克勞狄王朝。雖然表面上睇嚟元老院仲有權去選舉出個皇帝，但係實際上權力嘅傳承更多係依賴於家族內部嘅安排，例如收養繼承人。喺呢個時期，雖然唔係嚴格意義上面嘅世襲，但係家族嘅因素係相當關鍵。去到後嚟嘅四帝之年，就有4個皇帝擁兵相爭。咁我哋就可以見到，做唔做到皇帝係皇帝本人掌握到幾多嘅軍事實力。有足夠嘅軍事實力就能夠得到元老院嘅支持。而最終勝利嘅維斯帕先建立咗弗拉維王朝，就由佢個仔提圖斯嚟繼位，繼續家族式控制繼任嘅傳統。總之話羅馬帝國唔係世襲。
咁冇錯嘅，的確係。但係佢其實係家族同埋家族之間決定下一任嘅皇帝，而秦漢同埋羅馬作為帝國係源自於佢哋都有集權嘅傾向。相比起羅馬，秦漢係由於有明確嘅世襲，反倒係少啲同家族之間嘅鬥爭。喺漢初嘅時候呢，仍然有㗎，所以我哋就可以見到所謂嘅集權傾向，就係由唔同家族之間嘅競爭慢慢集權到去一個人身上。咁所以我唔希望大家如果去睇呢本書嘅時候就話見到張宏傑話呢個羅馬帝國同呢一個所謂嘅秦漢可以用係唔係世襲嚟做一個對比，我覺得呢，其實呢一個對比係冇乜效嘅。我嘅理解係帝國嘅重點並唔在於佢係唔係世襲，而係在於佢哋有冇一個集權嘅傾向。而從集權嘅傾向嚟講，羅馬同埋秦漢喺呢一方面嚟講，佢哋嘅傾向係相同嘅。跟住落嚟，張宏傑佢就提到第二點嘅不同，亦即係帝國政治結構嘅不同。秦漢帝國喺征服各地之後，就實行咗郡縣制，喺地方上整齊劃一，使得中央嘅政令可以通達全國各地，如臂使指，亦即係話好似你隻手臂連落去你隻手指嗰度咁。但係羅馬帝國呢就唔同啦。張宏傑講到，人民開始，羅馬唔係郡縣制，羅馬帝國嘅大部分地方都係自治噶。羅馬帝國征服咗各地之後，基本上係因地制宜，俾各地嘅城市按照住原來嘅方式嚟管理。各個城市之間嘅一般當中呢，都冇形成到管轄嘅關係。人民結束，佢引述俄裔美籍嘅歷史學家羅斯托夫采夫所寫嘅《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當中就提到，人民開始2世紀嘅羅馬帝國乃係自治城市嘅聯盟，同埋凌駕於呢個聯盟一切嘅一個近乎專制嘅君主政府，兩者奇妙嘅混合體。人民結束，然之後張宏傑又以呢個埃及嘅行省為例，埃及行省一直保持住相當嘅自治性。唔清楚佢係引述邊個，可能呢仍然都係引述呢個羅斯托夫采夫。總之佢引述到，人民開始，托勒密時期嘅制度幾乎係原封不動咁樣保存落嚟。人民結束，張宏傑就想用呢一點去證明佢嘅立場。咁但係佢咁樣做呢係幾奇怪嘅。我哋一陣間再回應，睇埋佢對於呢一點嘅總結先。人民開始，所以秦漢政府係一個全能嘅政府，大政府，政府機構自上而下對於全國嘅管理係非常嚴格嘅。而羅馬帝國對於各地嘅管理係相當嘅鬆散，主要關心收唔收到稅啦。至於各地係點樣管，中央政府並唔注意，因此羅馬帝國好長時期都係小政府，而中央政府主要係一個協調嘅機構。人民結束，咁我估計佢所引嘅引文當中提到嘅托勒密時期就係講緊埃及嘅托勒密王朝啦。托勒密王朝係馬其頓君主亞歷山大大帝死咗之後，佢嘅部將托勒密一世所開創嘅王朝。原本呢個文化已經同馬其頓文化係極度親近噶啦，而羅馬文化可以話係繼承馬其頓文化而嚟，而馬其頓嘅文化又繼承住希臘文化而嚟。所以佢舉埃及做一個例子呢，只係說明緊羅馬係會尊重同佢親近文化嘅行省。但係只要大家去思考一下，當凱撒當上咗一個終身嘅獨裁官之後，佢結束咗共和制，佢對於猶太民族嘅清洗以及猶太民族嘅反抗，我哋就可以知道行省嘅自治其實未必會容許羅馬文化以外嘅文化形式存在噶。有關猶太民族嘅反抗，可以聽翻我哋嘅革命分子耶穌嘅集數。而羅馬人對待腓尼基人嘅結局，我哋就可以知道行省嘅自治係有選擇性噶啦。如果你想知道羅馬人點樣對待腓尼基人，可以聽翻我哋腓尼基神話嘅集數。相比之下，中國嘅郡縣制對於當地嘅文化嘅變動又算唔算多呢？甚至我哋可以話郡縣制嘅實行有一大部分係源自於當地鄉紳嘅支持。如果我哋有讀過香港嘅歷史，我哋就會知道去到19、20世紀嘅時候，英國人殖民香港都要學習呢一種嘅鄉紳政治。我就好懷疑張宏傑將呢個秦漢政府指稱為一個全能政府、大政府嘅呢一個可信性係有幾高啦。我嘅意思唔係話呢一個政府係唔係一個所謂嘅中央政府，佢唔係一個集權政府，唔係咁講。
只係如果呢一個秦漢政府嘅管制係如此嚴格，好似張宏傑所講咁嚴格嘅時候，咁中國各地嘅樣貌似乎係應該要更加一樣，而冇咁多元噶噃。總之啦，張宏傑佢指出咗羅馬帝國係有自治嘅行省，呢一點的確係有噶，但係個普遍性有幾高呢？係咪高到同呢一個秦漢帝國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呢？如果話羅馬嘅帝國係有自治嘅行省，咁秦漢嘅郡縣亦都有相當大嘅自治成分嘅。到底秦漢同埋羅馬能唔能夠用嚴格同埋鬆散、大政府同埋小政府嚟對比呢？我覺得喺呢度要打上一個問號。跟住落嚟嘅兩點，我大致同意佢嘅，咁我哋一次過睇，再作回應啦噃。第三點，張宏傑講到，引文開始，秦漢帝國喺文化上同埋思想上都係高度統一噶。大秦帝國焚書坑儒，以利為師；大漢帝國就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總之就係要定於一尊，要書同文，車同軌。而羅馬帝國就冇形成到一個統一嘅意識形態，帝國嘅東邊一直都係以希臘文化同埋東方文化為主流，去到西邊呢，先係羅馬文化為主導，書亦都不同文。帝國嘅東部，亦即係所謂嘅希臘化嘅世界係通行於希臘文噶，喺西部呢就係通行呢個拉丁文，甚至羅馬帝國都冇一種通行於全國嘅完善法律，各個行省，甚至一啲嘅城市都會擁有自己嘅法律。例如羅馬就曾經同呢一個特爾密蘇斯城去簽訂條約，保證嗰一個城市嘅公民同埋佢哋嘅後代可以使用佢哋自己嘅法律。引文結束。呢一度呢，張宏傑話羅馬帝國係冇一種通行於全國嘅完善法律。雖然佢咁講係啱噶，但係羅馬帝國當中嘅羅馬法係幾通行噶噃。所以多數人都會認為羅馬係並行咁樣去行住羅馬法同埋當地嘅法律。咁第四，張宏傑就講到秦漢係實行咗呢一個民族嘅融合。引文開始，中國自古以嚟就係以文化嚟劃分民族噶。如果某啲嘅少數民族喺文化上面漢化咗，就會逐漸成為漢族。呢一點同血緣係冇咩關係噶，所以漢族先能夠不斷擴大，少數民族嘅人數就不斷減少。引文結束。相比之下，引文開始，羅馬帝國就冇呢一種嘅傳統，佢哋非常重視血緣上面嘅區別，所以羅馬人總係以征服者嘅姿態去對待行省嘅居民，各個民族之間亦都好少有混血融合。引文結束。我就認為喺呢個文化統一方面呢，照道理秦漢同埋羅馬都係想做到嘅。我哋單單從管治嘅需要，就已經會覺得呢一種嘅所謂嘅文化統一係好值得做。只不過羅馬本身係用唔到同一種嘅語言，以至到佢喺文化上面難以一統。佢實在係不能也，唔係不為也。我只能夠話，中立咁樣去對比出唔同嘅文化，的確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張宏傑佢喺前半部分講中西嘅巧合嘅時候，亦即係秦漢同埋羅馬嘅巧合嘅時候，係相對有住中立嘅。但係一講到呢個內在不同嘅時候呢，就有啲嘅偏頗啦噃。喺佢眼中呢，羅馬帝國好似係一個相對完善又或者相對先進嘅一個帝國咁樣。但係我認為佢嘅論述有少少嘅童話故事式咯。我認為要對比中西文化嘅不同呢，其中一種比較好嘅方式就係從一個所謂嘅文化去做一個對比，亦即係從兩地嘅哲學思想去做一個對比。呢一點呢，我哋喺好耐之前就已經用余英時嘅嗰一本《論天人之際》去嘗試去對比一下中西文化嘅分別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記得去重溫一下。要回應又或者補充其他人嘅諗法呢，係的確幾攰嘅。咁我就喺呢度就停筆啦。我嘅呢個回應唔係要去批評張宏傑，我只係純粹想去指翻出呢一種中西嘅對比，唔容易啦。總之就唔容易。咁最後我哋用一小段嘅文字去總結一下我哋呢一集啦噃。秦漢同埋羅馬兩個隔住萬里嘅帝國，卻好似喺歷史嘅大舞台上面合奏住一場嘅交響樂，有和音，亦都有錯拍。佢哋嘅相似係鐵器時代嘅必然，佢哋嘅不同係文明命運嘅分岔路。
我哋想象一個情況，當呢兩個巨人喺歐亞大陸嘅中間狹路相逢，佢哋係會握手去交換黃金，惺惺相惜，定還是係刀劍相向，血染大地呢？有陣時，現實就係假想故事嘅微妙延續啦。如果你聽唔明我最後呢段講咩呢，唔緊要嘅，純粹係啲詩意啲嘅講法嚟啫。從今集我哋可以見到，秦漢同埋羅馬之所以可以由一個所謂嘅小邦，由一個邊緣嘅地方嘅小國，變成咗一個大帝國，最重要嘅係握住時機。對於我哋呢個世代嚟講，新嘅時代自然就係一個 AI 會喺未來呼喚住我哋嘅時代。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個 AI 嘅時代呢？我認為一位好出名嘅歷史學家哈拉瑞佢寫過好多著名嘅書啦，咩人類大歷史啊、人類大未來啊。而佢一本新新地嘅書啦，即係比起人類大歷史新啲嘅書，嗰本書叫做《21世紀的21堂課》。我覺得呢，佢當中對於 AI 嘅未來嘅思考係相當值得我哋去留意噶。所以呢，我特登喺會員 Podcast 嗰度嘅生活雜談當中，去預備咗一集，未來亦都會有再多嘅集數啦，去講講哈拉瑞佢以一個歷史學家嘅身份，以一個歷史嘅視角去嘗試預期人類應該點樣去面對 AI 嘅時代。而我哋啱啱講緊嘅集數呢，就係去思考緊人類同埋 AI 之間到底有啲乜嘢獨特能力嘅差異呢？如果 AI 係真係盛行嘅時候，到底乜嘢嘅工作係最容易被 AI 所取代嘅呢？若然你有興趣嘅話，記得去聽生活雜談嘅集數咯噃。今集嘅有文有路去到呢度，希望下集可以繼續同你一齊有文有路。拜拜。